有一位朋友，佢做咗 DJ 48年，佢唱咗歌50年，佢係邊個？佢就係我哋由細聽到大嘅 Albert 歐瑞強啦。嚟緊佢70大壽啊，佢會搞一個70大 show 演唱會。相信大家同我一樣都係認識咗 Albert 好多年，咁就等我哋呢一班咁多年嘅好朋友，藉住呢個演唱會同 Albert 一齊慶生啦！喺度祝你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最重要係做乜嘢都開開心心、順順利利嘅。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淨係俾 like 係唔夠嘅喎，仲要點啊 ？forward 俾朋友，仲要點啊？即刻去買飛現場支持 Albert 歐瑞強70大 show 演唱會。